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首古早台语歌，歌名叫做《龙川曲》，另外开头嘛有一个出名的妖怪川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川，吃完川读做第一条。川就是山内乡野、深山哪内有人住的所在，咱讲是龙川。龙川嘛当讲是龙庄。另外行政区的单位嘛是川，像讲庄头内底厝家，就人讲是川家。另外，佫一个音读做村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川夫俗子，卖当讲是凡夫俗子；用个讲是参庄人，卖当讲是一般平凡的人。第二个词读做村下旧，这个意思就是参庄的老师，卖当讲是川夫子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少年的老师真热情，特别去庄卡所在做川下旧，希望会当教育每一个囡仔，唔是川夫俗子，培养后日会当成做各领域的人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川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村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